心情含含含含较快活，唔通太认真，受着会惊。好，啊，有一点破了，对吧？刚刚在转音的时候破掉一点，对不对？有破吗？你弹这样，哦，有这样。这样子，我告诉你，像你这样唱，所有的人呢都可以到 KTV 唱，哦，根本就没有歌星的味道嘛，好吧？来，再高一个 key 啊。人讲这人生含含含含较快活，唔通太认真，受着会惊。哎，好，刚才声音稍微就扁掉了一点，有没有？我头在用假音唱呢。我怎么能用假音唱呢？就是要唱上去，对不对？哎用假声按扁嘴就对了。再高半个 key 好了，好吧，半个 key。人讲这人生含含含含较快活，唔通。安尼就手袂起来啦，安尼手袂起来啦，靠腰啊！你看看，啊你调岗啊有人啊管，你就查甫的气啊。什么都管。我告诉你，真的要当歌星，连我都唱得比你好。人讲这人生海海海海路行，唔通我头看到会盲。你看多轻松。今天又换了一位新的护士啊，叫什么名字啊？大家好，我叫李品花。我告诉你啊，等一下有一位大明星要来这个地方。真的？是谁啊？你也喜欢明星吗？对啊。哦。什么叫针对啊？我告诉你，黎明哦，真的，我的偶像的朋友啊，陈莹洁听过没有？看看这个病患来了没有？好吧，叫一下名字啊。陈莹洁。哟。自从爱着你哦，自从爱着你哦，为你都心茫茫，为你就心茫茫。自从爱着你哦，自从爱着你哦，为你都来迷茫，那两人的迷茫。心爱的你，敢不知？我你在我的身边，感觉无滋味，请你甲我想看卖。我这款怀念着你哦，自从爱着你哦，自从爱着你哦，为你都心茫茫，为你就心茫茫。心茫茫，谢谢。哟，嗨，陈莹洁，哟，哟，陈莹洁，哟，不是又了。啊不呢，请问一下，这是什么东西？麦克风啊。麦克风。对。哦，请问一下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这也是一样啊，这也是麦克风啊。那你为什么要用2个麦克风呢？啊？哦，啊，我习惯这样子的。哦，好，那我拿起来。不是，你这个是叫做脑后垂体萎缩症啊。你要是再不来看，就麻烦了。真的。再不来看，你最后会拿8支麦克风在讲话。我们起笑讲哎。你基本上都差不多起笑，你不怎样哈？做一点记忆大考验，好吧？看看你这个人的脑筋怎么样啊？哎，医生，哎，哎呦，这个怎么那么像你啊？哎，像你哈。哦，这个呢？这谁呀？我不知呢。小脑严重萎缩啊，这样都看不出来是谁？达赖喇嘛嘛。啊，这个谁？右边。这个型。哎，有行李呢。哎，有行呢哈。左边呢？这当嘛知。我们李总统啊。哦。你当作我白痴啊你？不是。我这想到你哪会讲安尼呐？这个谁？右边。这个烟头。啊。看到没？这嘛有行李。那左边是谁？啊？
是我们国父孙中山先生。哎，右边谁？哦，张飞。这个呢？完了吧？啊，这完了。完了，完了啦。这个呢？啊？是拢捌啦，名念不出来。这样子，来第一个资料已经有了。那些还要左眼视力啊，0.2，好吧？右眼视力啊比较好一点。哦，你是看这样子的，那你是看远的安尼一种安尼。那个西这样子是吧？好，那个是落伍的。哦，落伍，来。哎呀，恭喜夫人，贺喜夫人啊！已经有4个月的身孕了啊！哎，你不能开玩笑，带着身孕到处这么乱跑的啊！你今嘛是看到我有心，哎，我家己都唔知我有心，你讲我有心啊？是这样吗？你是看唔到看你，想要有心都无，都还要恶死。哎呀，你这个不早一点讲，我这才看出来，输卵管已经扎，已经结扎了，怎么会搞成这样子呢？谁结扎？啊，没有结扎。我没有结扎。那你打算生吗？想要生啊。哦，是你要生你先生的吧？废话，不然跟谁生啊？啊，无搞按生是要跟上生？对。有没有可能跟别人？不会有这个问题啊？不可能的。眼睛啊，不用张嘴巴，好吧？好不好？上次有一个病人来，我把这个一打开，他就把屁股对着我，这个就很麻烦了，好不好？这一次是要看嘴巴了，哎，麻烦嘴巴张开一下了。干好，我有个头的。他不是被投，不是你哪用啊？楼梯你哪还头呢？要看清楚一点。看清楚，不要这么看那么清楚干什么？我看完你的身体状，我已经很了解了啊。我建议啊，这位陈莹洁小姐是吧？应该早一点办理退休啊。为什么退休？哎呀，你这个体力现在已经不行了。谁讲？而且你这个声带，我刚刚看了有一点松动的感觉。啊，你学别讲啊！啊，那我今嘛正巅峰，你等下叫我退休。正巅峰吗？巅峰。那我们马上做一个声音的测验，就可以了解。声音好。你选一首歌曲来唱唱看。那《海海人生》呢？海海人生。海海人生，你听过吗？哦，听过。这首歌你没听过吗？要把声音试试看，好不好？人讲这心情含较开换，唔通太因甜，输着会惊。你这种唱法的这个味道，感觉不出来。这个歌本来应该有的气势，要升一个 key。再升。人讲这心情含较开换，唔通太因甜，输着会惊。好，啊，有一点破了，对吧？刚刚在转音的时候破掉一点，对不对？有破吗？你太这样，有这样。这样子这我告诉你，像你这样唱，所有的人呢都可以到 KTV 唱，根本就没有歌星的味道嘛，好吧？来，再高一个 key 啊。人讲这人生含较开换，唔通太因甜，输着会惊。哎，好，刚才声音稍微就扁掉了一点，有没有？我头在用假音唱呢。我怎么能用假音唱呢？就是要唱上去，对不对？哎用假声按扁嘴就对了。再高半个 key 好了，好吧，半个 key。人讲这人生含较开换，唔通。安尼就唱不起来啦，安尼唱不起来啦，靠腰啊！你看看，啊，你调讲有人管你这查甫的气啊！什么都管。我告诉你，真的要当歌星，连我都唱得比你好。人讲这人生海路行，唔通我头看到会盲。你看多轻松，对不对？你对不对？再半个 key 半个你要想办法。我现在要试的已经不是喉咙了，是中气够不够，要能够喊上去嘛。啊，来，高半个 key。人讲这人生
开我，唔通太因的心着。好吧，好了，那么这个明天来我们这边领离职啊，这个离什么职？我给你一张证明，就是你不能唱了。这样子我怎么不能唱呢？啊，你不能唱了，你才可以跟大众交代，唱片公司才会让你离职嘛，对不对？还是说不用这个就可以自动走路的？我怎么自动走路？啊，就算你能够嗨上去，可能你这个骨骼各方面呢，我刚刚这做了一点调查，就发现有骨骼疏松症啊。唱一首歌在那个地方从头就站到尾嘛，而且是3-7步一直换这样，为什么站不住了嘛？不然你这个歌你再唱一遍，大家注意看他的骨骼是不是已经发生了问题。好来。人讲这人生含较开换，唔通太阴沉，输着会惊。啊，你看已经换脚了，对不对？有人爱着阮，偏偏有来的是别人，这情债怎样加到输赢？轻轻松松。这个颜面神经有一点僵啊，僵化有没有？是，是不是？你要看这个动作要大，现在简单 ，L boy 都出来了，是不是？简单啊，来就咱就恰恰。用恰恰来奏这个歌。好，我们来看看你的活力够不够。如果活力不够，还是要拿这个离职证明，好不好？来，恰恰的。人讲这人生，嗨都好行。不是，你看对不对？好，来领离职证明，好不好？这个动作你没看过陈雷吗？哦。对不对？你动作踢笑，我陪你跳嘛，这什么关系？笑死人！那你这样子大家要不要看一看？对嘛？第一步，哎。啊？那你跟他动作少，跟都没这还不行啊！骨骼疏松最主要还是要看腰部。好，腰部。这个要用探狗的才看得出来。哦，探狗来。哎，来。天！干什么？腰部不行了吧？没有人探狗跳那么下去，哪有这样子？谁讲这第一步就要这样子了？这个才厉害，对不对？你这个腰部就这样，怎么能当歌星？我看你多高？我是真的扭到，你的体重太重了，不行不行，这个已经不能当歌星了，对不对？怎么会重成这样子呢？当歌星有分体重的吗？啊？当不分。你有看过哪个歌星是属于比较胖的呢？我很胖吗？大概就是你最胖了。还有谁啊？对，刚才 Tango 只是第二个考验，第3个 Jellyba 啊 ，Jellyba 会吗？会。哦。哎呦！你他妈掉探狗？怎么会这样？到时候我跟你傻眼了，没搞错。是我傻眼你啊！你要傻眼我，到时候你慢慢围着。那你手你要这样子我？你怎么那么死？一定要从这一边吗？我真是搞不清楚的。这。哎呦，还充满了活力啊！就是腰稍微粗了一点。好，这一关也通过。第3种呢？第3种呢，是试验一种叫做 blues。哦，blues 啊，这个就厉害了，要看你的骨骼是不是很直啊，这个很重要。有些人脊椎有没有侧弯，医生呢是用
最新的方法去了解啊。哎，到迄讲这边的，我就是你哪一只？就是啊，脊椎是从这脖子一直通到这个骨尾椎骨这边。尾椎，嘿。他用照 X 光的那个医生还行吗？我用手安尼摸都搞得就知影。哎。哎呦，不得了，这个尾椎骨硬化，长了一个硬块。哎呦，哦，是麦克风了。好了。袂歹啦，看起来还不错，不错。刚才我看你的声音各方面都很好啊，这个身体柔软度也够，怎么样？所以看这个情况还可以继续唱下去，不会有问题啦。对嘛，我就是讲奇怪，哪有可能我有问题？大家拢讲有问题，他进来讲我惊到要死。烦恼感。好不好啊？给他鼓励一下，要继续唱下去啊。这样子啊，赞啦！对啊。哎呦，好几摆听医生讲安尼话，那我就爱死你啦！哎呦，你干什么？还有人嘛？心爱的你敢不知？我你总过的心情感觉无趣，请你甲我想看卖。我只灵魂快感着你哟，只叫爱着你哟。啦啦啦啦。就爱着你哟，啦啦啦啦，为你都心茫茫，为你心茫茫，为你就心茫茫。我哪有？